宇宙科学博覧会国際児童年協賛宇宙科學博覧会。太空科學博覽會支持國際兒童年的太空科學展覽。太空科學博覽會地圖。太空科學博覽會支持國際兒童年的太空科學展覽。太空科學博覽會是在東京江東區和品川區舉辦，以太空發展為主題的展覽會。該展會分兩階段舉辦，第一階段太空科學博覽會，第二階段支持國際兒童年的太空科學展覽。第一階段太空科學博覽會，亞波羅劇院，土星5號從發射到返回地球的全過程，在6面360度全景屏幕上展示，而登月場景則在15分鐘的演出中呈現。其中一艘實物大小的登月飛船模型被放入劇院中央，重現了宇航員首次踏上月球表面，隨後進行艙外活動，返回地球並潛落太平洋的場景。第二階段支持國際兒童年太空科學展，主題：太空，人類的夢想與希望。第二階段為了回應第一階段漫長的等待時間，將演出時間縮短了5分鐘，並對畫面和劇本進行了徹底修改，避免了詩意和艱深的表達，讓小學生也能輕鬆理解。火箭廣場，美國展出實體土星 1B 紅石亞特拉斯火箭，日本展出 N 火箭 M3H 火箭。第二階段把先前在日本館展出的 Lambda 4S 移到現場。太空穹頂，第一階段國際兒童年穹頂。第二階段，第一階段發布了向日葵氣象衛星拍攝的照片，並介紹了業餘無線電衛星 Oscar 8。第二階段結合國際兒童年，舉辦講解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的展覽和世界各地兒童的照片展板。大會接待員，女團友與太空科學博覽會開幕儀仗隊拍攝留念。史蒂芬與太空科學博覽會開幕儀仗隊拍攝留念。太空科學博覽會開幕儀仗隊。火箭廣場，支持國際兒童年的太空科學展覽。史蒂芬拍攝於展覽廳。團友拍攝於展覽廳。火箭廣場，史蒂芬與火箭拍攝留念。火箭廣場，史蒂芬與火箭拍攝留念。火箭廣場，史蒂芬與團友於太空科學博覽會酒吧拍攝留念。史蒂芬與團友於展覽館前拍攝留念。
史蒂芬於展覽館前拍攝留念。史蒂芬於展覽館前拍攝留念。史蒂芬於展覽館前拍攝留念。史蒂芬拍攝於太空科學博覽會、宇宙科學博覽會，日語入口。Thanks for your watching. Goodbye. 感謝你的收睇，再見。